佢話咧呢個爬蟲類人形嘅種族咧係有好嚴格嘅等級社會結構嘅。咁首先咧最高等級先咧就係一個皇室階層嘅一啲嘅蜥蜴人啊。咁呢啲皇室階層嘅特徵咧，佢哋咧全部外表身高係超過3米嘅巨大身軀啦，頭部咧係長有多個尖銳嘅角啦。咁呢啲角咧係象徵智慧啦同埋權威嘅，而且咧擁有咧巨大嘅翅膀，能夠喺唔同嘅維度嗰度飛行啊。咁仲有一個好粗壯有力嘅尾巴，代表咧同古老嘅龍族係有血統嘅聯繫啊。而佢身上嘅鱗片咧係呈金色同埋深綠色嘅。好啦，唔知你記唔記得10點解密嘅第一條片就係講香港有一個人，佢懷疑似遇到蜥蜴人，佢見到個蜥蜴人咧形容嘅嘢咧同而家講嘅嘢係一樣，而嗰個人咧係從來冇聽過呢一個故事。OK。好，我哋翻嚟啦。咁其實講呢一個鱗片咧係呈金色同埋深綠色啦，喺陽光之下咧係閃閃發光嘅。而另一個階層咧就係一啲戰士階級嘅一啲蜥蜴人啊。咁而呢一啲戰士階層蜥蜴人嘅特徵咧，佢身材咧相對係比較少啦，但係咧係仍然比人類高大好多嘅。佢冇角啦，冇翅膀啦，或者冇好明顯嘅尾巴，但係佢擁有咧好巨大嘅眼睛同埋垂直嘅瞳孔，能夠咧睇穿人類嘅心靈。皮膚咧係呈灰綠色，質地咧就好似啲古老嘅皮革。四肢咧係修長而有力，手指